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以勒個人婚姻家庭治療呢一個頻道。如果你有訂閱開呢個頻道嘅話咧，你知道其實呢個頻道以前唔係叫呢個名㗎，係叫做為家庭說故事。咁後期我就將佢改咗名。咁點解改名呢？我遲少少會再拍片同大家嚟到分享嘅。呢個頻道咧，其實我都開咗好幾年嘅時間㗎啦。你知道過去我喺香港有好幾年喺神學院裏邊教書，咁我主要教婚姻家庭治療。咁所以咧喺呢個頻道裏邊咧，我好多時都會將一啲我喺唔同嘅教會啊、外邊嘅一啲嘅講座咧嘅錄影咧上載嚟到喺呢個頻道俾大家去睇，俾大家去學習一齊。後期咧呢個頻道就我做咗好多煮餸嘅片，因為少講座啦，特別我移居咗嚟加拿大之後咧，咁就少講座，咁就開始做好多煮餸嘅片啦。咁弟兄姊妹好中意嘅喎，其實成日而家都有弟兄姊妹問我，牧師你幾時又拍下片煮餸啊？咁我都唔敢用個教字，因為其實我唔係好叻嘅，不過我中意煮嘢食嘅啫。其實你知道係咪？咁但係因為後尾發覺原來拍煮食片咧要嘅器材啊、技巧啊，其實要比較多。咁但係我亦都冇乜好多拍片嘅技術啦，咁所以做得唔好，其實好多片都咁於是乎就冇再拍。咁到最近其實都有弟兄姊妹問㗎，但係我自己都仲諗緊。如果你好想睇下我煮餸嘅嘢啦，唔好話學啦，其實你好想睇嘅話，請你喺留言區話俾我聽啊。等我又試下再諗下咧，嚟緊我再煮飯會唔會錄咗去俾大家睇？呢段時間我都喺度諗緊咧，呢個頻道可以點樣？咁所以咧我就開始諗緊啦。如果我嚟緊嘅時間，希望能夠做嘅係可以上載一啲短嘅主題嘅信息啦、短講啦，或者錄一啲少少嘅課程啦，同大家分享嘅。咁你知道過去我都寫咗一啲書，關於個人成長啦、婚姻嘅關係啦，或者家庭關係嘅書。咁我都希望能夠朝住呢個方向咧，同大家一齊嚟到去學習，一齊嚟到去分享嘅。咁所以希望你會喺留言區亦都話俾我聽，有冇一啲主題你想聽嘅？個人成長、婚姻家庭呢一啲裏面嘅主題，某一個面向嘅主題你想了解多啲、認識多啲嘅，我希望你留言話俾我聽，咁又豐富下我嘅諗法，等我唔使一個自己喺度諗，又知道下你嘅需要，以至到我拍片咧係可以回應到你哋嘅需要嘅。咁我亦都會開一啲婚前輔導嘅講座啦，咁順便賣下廣告。喺7月初咧，我就會有一個相伴一生同 Prepare and Enrich 嘅問卷嘅一個檢定嘅課程、認證嘅課程。咁如果你有興趣攞 Prepare and Enrich 呢個婚姻問卷嘅認證資格嘅話咧，你可以去到我 Facebook 啦，或者去到網頁嗰度咧嚟到報名。咁所以我哋都諗緊會唔會喺呢度有少少關於婚前輔導啊、婚前預備嘅主題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咧。甚至我諗緊嘅係我唔知你有冇睇過，早幾年我出咗一本等他自己情願，係用雅歌書嚟到寫嘅一本書，係將雅歌嘅注釋啦，同雅歌裏邊嘅婚姻關係嘅一啲理論咧嚟到做整合嘅一本書。我都諗緊會唔會可以喺呢度有啲短嘅聖經課程，將一啲聖經同婚姻家庭嘅理論做整合，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呢。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層面嘅主題嘅講座啊，一啲嘅課程啊，我都諗緊嘅，希望能夠幫助弟兄姊妹，亦都希望我哋喺呢度咧有多啲一齊學習嘅機會。咁所以好想今日同大家介紹呢個頻道。上個禮拜就介紹咗明曉以道釋經講道系列，今日就介紹以勒個人婚姻家庭治療。希望你都同時會 subscribe 訂閱呢一個頻道啦，你會 like 啦，你睇完呢段片你會俾一個讚賞我啦，甚至其實更重要嘅係咩咧？係你留言俾我，你留言俾我，當然留言有兩個層面啦。第一就係你俾我鼓勵啦，你俾我一啲代禱嘅一啲支持啦。
但係留言咧，我亦都好想你可以喺呢段片又好啦，之後嘅片都好啦，你俾一啲意見我，俾一啲意見我，讓我知道你嘅諗法啦，讓我知道大家嘅需要啦，亦都讓我知道咧，我可以點樣做得更加好。咁所以你留言俾我都係好重要。當然仲有啲 YouTuber 都係咁講嘅，請你記得撳鐘仔，因為撳咗鐘仔好重要嘅係當一有新片 upload 上去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即刻收到通知，就可以即刻睇到新片。咁所以訂閱、讚、留言同埋撳鐘仔，希望呢個頻道能夠成為我同大家之間一個一齊學習啦，亦都一齊去分享嘅地方。所以兩個頻道請大家紀念面前我有好多一啲唔同嘅諗法，希望能夠同大家一齊學習同埋分享。多謝大家用咗幾分鐘時間去睇呢段短片，亦都鼓勵你將呢一個嘅 YouTube 咧可以介紹俾其他嘅朋友一齊去睇嘅。咁祈禱希望你能夠紀念即係呢兩個頻道嘅一啲嘅需要，好嗎？多謝各位，拜拜。